阿们。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来到富强教会，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大概40年前了。但是很高兴再次来到富强教会，因为这里有我所认识的牧师夏牧师跟谢牧师，他是我牧师娘七美教会的传道人。夏牧师是澎湖七美，我的太太也是澎湖七美的人。在他们中学的那个时段，就是夏牧师跟谢牧师他们神学院毕业，然后回到七美，所以带领的那一群年轻人，他们成为教会的栋梁。因为有好的传道人的栽培，年轻人就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有渴慕的心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来到富强教会不只是这里是一个我高中的一个回忆，更重要的是有牧师跟各位同工一起努力。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有属天的能力，更是地上的见证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第一堂礼拜我遇到一位前辈詹进焕牧师，就是我们的瑞平传道下礼拜就要封牧的曾牧师的阿公啊。他曾牧师跟我的爸爸是神学院的同学，在台南神学院，所以很开心就会看到很多认识的。我也看到西道长老跟邱玉姐，他们是以前逢甲大学，然后在逢甲在西屯教会做很好的事工。更特别的是，我刚刚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，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工那种热情。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在灵命上是互有的，在生活的见证当中也是强壮的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互强的教会。今天我要用马可福音第5章这一段圣经的故事，其实是一个软弱的姐妹的故事。那我当然就用比较自己，我们说只有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啦，所以我就用打败性软的啊，因为我自己性软，所以我们只是软弱的地方不一样，我就用这个来成为这个焦点跟主题。但是不是强调人的软弱，而是在人的软弱当中看见神的丰富。刚刚我们所看的圣经马可福音，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哈。我们用红色的字来看，这位姐妹她一开始她讲到说，我一摸她的衣裳，一定得医治。这个很像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，也会有写作文，一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这个妇人她就想说，我一摸她的衣服就得医治。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，也是人在软弱当中的最后的一种依靠。信仰上我们常常会说人的那个什么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对这位妇人来讲，他也是他的尽头，因为他已经花了12年的时间在找医生吃药，结果呢没有比较好，反而更严重。那其实是什么？我们所谓的病急乱投医。但是不只是病急而已啊，12年已经急不得了，看了很多的医生，找了很多的药方，但是都没有用。但是当他心里祷告默想着，我一摸他的衣裳就得医治，那是已经是人走到尽头才要经验上帝的同在。其实这是从世俗到神圣的过程。我不知道在座还有多少人是参加第一场礼拜。第一场礼拜之后，有些人跟我分享他所体会的。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软弱，都有破口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触摸，让我们会不一样。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礼拜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那样子的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的子坚姐，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带我们大家用上帝的经文祷告，好多的经文。让上帝的话充满在当中，让我们人的祷告也在这当中。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祷告、圣灵的交通聚在一起。这是一种改革中的一个精神，让上帝的话语，当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。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创造光跟暗，上帝看他的创造是好的。上帝说这是好的，一个圈圈。
第二天的创造，上帝看他的创造是好的，一个圈圈。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上帝看他的创造都是圈圈圈圈圈圈。到第6天，上帝看他的创造通通美好的时候，他说这是非常好的。中文的圣经说甚好，英文说 very good， 从 good 到 very good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在打叉叉，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，而是学习说这个是在一个过程。第1天的创造很单调，就只有光跟暗啊，不好不好。第2天也再多一些啊，还不够不够。第3天也不好不好不好，不是的。基督徒的眼光是从上帝的眼光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要往非常好。其实这是圣徒的学习，成圣的过程是不断的在学习。所以刚刚子坚姐她在带我们，我认识她是在台南神学院，有一次办活动，然后她跟我分享，她刚刚来跟我说，我是子坚在南神，我很开心遇到同工。她分享祷告词里面用耶利米17章，她说赏赐真的平安给病痛的肢体，有上帝的话，也有我们的代祷，我们的交托。上帝的话是真的平安给病痛的肢体，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，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，仰望上帝要得医治，让那样子医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让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一同，也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为肢体软弱的而祷告。这代表我们的教会是透过牧长同工一起在同心同工，好像一滩死水牧师丢了当缸，大家一起搅动，一起搅动，一起搅动。你知道死水有人开始搅动的时候，它会怎样？一直搅动搅动，就会变成漩涡，漩涡会把不动的吸进来。教会需要同工一起来搅动，在这个 COVID-19 影响的情况之下，这是贵教会我们富强教会牧长同工给我的感动。所以我要分享说，你们在做圣徒相通，你们一起在努力。各位同工，我们把属天的恩典借着地上的富强教会的每一位，在地上一起来服侍。这个字是同工的工，也是英文的 I， 是把天上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借着你和我们一起在地上做见证。这是各位同工今天早上在这几个小时当中给我的分享。其实我刚刚在唱华语礼拜的诗歌的时候，有好多其实就是在破题啦，就是已经在讲今天的经文这个软弱。当这个上帝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，带着能力，也借着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让我们纪念到上帝的同在。刚刚我们在唱的诗歌里面有一段说，刚刚最后一首诗歌，上帝听见我们的呼求，明白我们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还有缠累我们一切的。放下这些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恢复柔美的形象。其实我们有太多东西压着我们，你可以想得到你要背负多少重担，不只是房子的重担、工作的重担、感情、养儿育女的重担，有可能还包括教会服事的重担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重担，包括 COVID-19 也成为我们的重担。但是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，恢复上帝柔美的形象，是不是就像这个患血肉12年的妇人，他有很多的重担要一一除去？太多时候我们把受造物扛在我们的肩上，而忘了上帝的恩典才在我们的肩膀上。把这些缠累我们的脱掉，当我们脱掉的时候，才会像第2首诗歌，刚刚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敬拜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什么？有荣耀。这个生病12年的人，他不是在这边说这里有病人，这里有痛苦，这里有一个没有医治的人，是他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之后，他开始赞美上帝，旁边的人可能也就跟他一起赞美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恩典的地方有荣耀，在我们富强教会有上帝的荣耀，在这个地方有医治永留。你阿们吗？
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医治人的地方，恩典永留的地方。这需要我们一起来同工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妇人开始哈利路亚，心里面很高兴，说我好了，我得医治了，我甚至不用健保卡了。但是耶稣跟他说：“但是嘞，你要讲出来啊，你要成为我的麦克风啊，你要成为我的 speaker 音响。”耶稣透过这个妇人说出别人所看不懂的。如果用现在的话叫做默剧啦，这是在演哪一出？妇人心里面想，耶稣的恩典永留住他的生命。大家有眼睛看，看不懂也看不明白，也不知道。但是当耶稣说你要说出来，他把实情都说出来的时候，众人就开始怎样？荣耀归给上帝。原来你们在演一出我们也看不懂，但是说出来之后，耶稣跟他说肯定句：孩子、女儿、弟兄、姐妹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这个不是问号，是惊叹号。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一起来分享。上帝也借着经文，也特别在过去几年，圣经学院在做教育跟服务，我们特别在推动一个叫做艺术灵修，那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艺术灵修就是透过美的东西，图画是一种美，或者是雕塑的产品，或者是手工所做的东西，都是一种美的东西的呈现。华人比较欠缺美学美感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，从理性到感性，从知识的到属灵的，是美的分享。所以圣经学院在推的其中一个教育，就是在做这些。我们有一个教室叫做艺术灵修教室，就是每一张图都有经文出处，都有圣经。所以你要让读圣经，上帝对你说话；看图，图对你说话。所以以下我要用几张图来向我们分享。画家从不同的眼光，透过经文，都是马可福音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段，然后画家所画的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想象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空间。首先你看这一张图很有意思，这个妇人我们通常都知道她血肉，身体软弱，她怎么打败呢？她当然伸出手要抓住耶稣，她用她的右手，通常右手比较有力气，撑住身体，左手伸出来要抓住耶稣，可是有没有抓住？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。这是在强调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往往需要付出心血、付出体力，要去抓住耶稣。很好玩的是，我们都看到站着的人、走路的人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脸，只有看到他们的手。我请你们注意看，有一个人的手是这个手势，有没有？有一个人手势是这样子。通常做这个动作是不礼貌的，是对人是一种践踏的。这个人做这个手势是在这位生病的姐妹的后面。我们常常在别人的背后说三道四，在别人背后指指点点，甚至是很讨厌这个人，说你为什么在我前面？我真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这样，我讨厌你这样子。即便是属灵的团体，也会有人性的软弱。我讨厌你在我的前面阻挡我跟耶稣，尤其那个人是趴跪在地上，根本让后面的人无法前进。谁拦阻了你，有可能就变成我们讨厌的对象。有时候谁影响了我们，我们甚至就在他后面说：“这个人实在我很不喜欢。”属灵的团体也会有人性的软弱，这是必然的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可能也伸出我们的手，在某人的背后说人家的不是。愿主帮助我们学习知道，跨过软弱才有真正的开始，跨过我们的困境才有真正的恩典。所以这是一个这一段第一个相片。第二个相片我们看到这个人坐在一个矮墙上，矮墙边。通常如果在台湾我们的文化处境，有人靠在墙壁上，可能前面他坐的位置上就有一个碗，你有看过？在台南可能在火车站附近就会有那一种人，巴望着你走过去的时候，在他的碗上面丢一些钱，让他有一顿饭可以吃。可是这个人他不是看着地上的碗，他是往上看走过去的那个耶稣。画家很有意思
我们可以看到画家没有把那个女人的手画出来，你大概只能够看到她的手肘，她的高度是多少。但是耶稣的衣服遮住她的手，提醒我们，不在乎你的手举多高才会有上帝的恩典，而是上帝的恩典自然流入的时候，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。你即便手已经没有力气下垂了，上帝的恩典仍旧与你同在，只要你的眼睛看着耶稣基督。第3张图很有意思，请你们看，中间的人是不是有光圈？站在耶稣旁边的人头上有没有光圈？但是你看跪坐在地上的那一个人有没有光圈？生病的妇人有没有光圈？也有。画家把耶稣的四周围的人画有光圈，包括那个生病的妇人也有光圈。仰望上帝的人必有上帝的恩典跟形象，不在乎你是站着或者是跪着，不在乎你是强壮还是软弱。但是你看图的旁边的人有没有光圈？没有。不是跟耶稣站在一起的人就每个人都有光圈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当中，不是说我是基督徒啊，我是牧师呢。对我来讲，常常这更是一种提醒，我们在何处上有软弱，就要在何处成为对上帝的依靠。所以这才是真正打败我们的软弱。所以你看，耶稣的旁边站了很多人，有的有光圈，有的没有。愿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头上都有光圈，是神圣的，也是圣洁的子民。接着我们再看下一章，这个人画家把他的脸遮住，很有意思哈。其实画家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也把自己遮住。我不让你看到我长什么样子，我是帅还是不帅，我美不美，往往我们都想把自己遮住。这个人也许生病太久了，他的脸型不好看，所以他把自己遮住，我不敢让你知道我是谁。他伸出他的手是苍白的，但是却有阳光照到他的身上。他的手伸向那个穿红衣服的，是基督的宝血，也是热情的，是爱的象征。穿红色衣服，用红色来代表上帝的恩典跟赐福。所以他的手伸出要触摸耶稣，他的手要摸着耶稣。你的手伸出来要摸着什么？是摸着福音，还是地上的这些受造的呢？愿我们抓住那创造主上帝。接着这一章比较特别，这张画风比较像宫廷的画风。你看这个中间的女主角，看起来社经地位不错，用现在的话叫做贵妇啊。你看她穿的比较漂亮，她喝雅郎。所以这个贵妇呢，她旁边还有她的贵妇的朋友，或者是说她的帮佣，或者是说她的旁边在服侍她的，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做新娘秘书，在帮助她。但是他们3个人的眼光都看着救恩的方向。即便有钱人、能力、地位、学识比较好的，但是他们也会有软弱。这张图的其实左下角还有一个人，如果你有兴趣这些都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的图。你只要打马可福音5章，然后这一段经文，然后打上这个血肉12年的妇人，就会看到相关的图片，你就会看到这个。其实左下角有一个欧达善，就是有一个看起来是贫病的人，但是因为图片看不到，但是画家也把自己画进去。他代表自己是干瘪的，是瘦弱的，是皮肤黝黑的。黝黑的人相对于那皮肤白的贵妇，其实是一种对应。对应说，有人比较高，有人比较低，但是眼光都一样，要看见恩典，看见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不论是福音的国家队有光圈，还是我不敢让你看到我长什么样，还是我也不怕让你看到我需要伸出手，要抓住耶稣，在有距离当中努力让那个距离更近。各位同工弟兄姐妹，你与基督的距离有多近，还是有多远？这都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。
在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在学习，患血肉的妇人，她是软弱的人，她是一个中心点软弱的人。但是在马可福音总共讲3个故事。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鬼，耶稣把他身上很多的鬼赶到猪群里面，这个人他就得到医治了，他从心灵的软弱得到医治。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管理会堂的埃鲁他的女儿生病很严重，要死了，他们央求耶稣来医治他。在耶稣要去医治这个耶稣的同工管理会堂的人的路上，又遇到一个新的故事。在圣经的文学里面，这个叫做三明治啊。先有管理会堂的故事，然后中间又包着一个血肉12年的，血肉12年的得到医治之后，再回来讲那个管理会堂的女儿得到医治。就像三明治很好吃，好吃不只是在外面有面包吐司，还包括里面夹的东西。所以恩典的丰富就像三明治一样，让你吃了会觉得哇，这个口味可能是中间包的可能是 cheese， 有可能是蔬菜，有可能是不同的营养，可能是荷包蛋。但是当你吃三明治的时候，咬下去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甜美、那种丰富、那种滋味。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用这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呈现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恩典，让进入的人领受上帝的丰富的恩典的多样性，让丰富的恩典这种多样性充满在互强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中心点软弱，一起来看这个姐妹她是如何的软弱。首先我们会看到从故事里面身体的软弱，她以身体为中心，把身体顾好很重要。接着她再进一步以生活为中心，生活如果混乱，就要努力让它回到正轨。所以健康很重要，生活有次序很重要。但是身体不健康，生活又混乱，他就要开始移转。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让我的生活跟我的身体都能够导向正确的方向？所以他就要移转中心点，务必要移转他的眼光，不是在看自己，也不是在看环境，而是看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。当他看着耶稣之后，一切都改观了。但是耶稣跟他说，不是这样子，你必须要说出来，要讲出来。所以他就讲出来了。所以接着我们要从这个4个角度一一来看。首先第一个，以身体为中心点。这位保护自己的姐妹，她的身体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的软弱，就是血肉、血崩，身体不健康。所以当她的经期没有结束，一直血一直流，血是身体的中心，是人的生命。所以当她的血在流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就会很快就软弱了。你知道血在流，很快就可能没命了。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说，因为意外事件血流太多，而失血过多，就怎样？就死掉了。常常因为失血过多而没命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很担心的，是因为人是从血气而生，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很软弱，这也是我们的本性。我们大家都一样，我们都姓软，只是弱的地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软弱，只是软弱的地方不同，经验到的也不同。所以圣经里面说不可流人的血，意思是什么？是不可以伤害人，不论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，都不可伤。那个不可伤人、不可杀人，其实是外表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潜意识、意识形态。其实从第5条诫命到第10条诫命，隐藏的是提醒说，偷窃，你要第5诫说要孝顺父母，你若没有孝顺父母，就是你偷窃了父母亲当从你得到的爱心。第6条诫、第7条、第8条，不可以偷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犯奸淫。杀人当然就是直接取了人的生命，意思是让他的生命、上帝的形象，你把他偷了过来，让他没有上帝的形象，让他没有上帝给他的气息。
犯奸淫，我们都很讨厌那个小三小王，偷了人家的情感。他们是夫妇，他们是男女朋友，可是我们去抢了人家，偷了人家的情感，偷了人家的财物。所以从隐藏的偷窃到实质上的偷窃，这都是上帝的话语在形塑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不可流人的血，意思是不可以偷人的生命，不可以偷他从内在的血到外在的血。你偷了他的情感，偷了他的金钱，就是偷了他的心血。外在的跟内在的心血，我们都偷。所以以身体为中心，其实是强调我们以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的圣殿。这个圣殿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，所以耶稣用他自己来牺牲。这个血，耶稣的血是献祭，耶稣他自己成为祭物，他成为大祭司，挽回我们。我们做得不够好，我们犯了错，我们犯了罪，耶稣挽回我们，他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记得在受难日圣餐的时候，我们的牧师在带领我们，包括下个礼拜我们要圣餐，当我们的牧师说，这是耶稣的身体，这是基督的宝血，为我们而舍，为我们而流。当我们享用的时候，其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牺牲他自己，让我们成为义，被称为义，被上帝称为义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交换的过程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，你在上帝的国度面前成为义。所以领受这样子的圣餐，是表明我们自己与基督的连结。天上来的主在地上做见证，我们地上的人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我们的 confession， 因着我们的告白，我们有天上的恩典。所以这是一种连结，而且是双重的连结，是天上国度的连结，也是地上你所建立的见证的连结。所以在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办公室，在我的班上，在我的厨房，如同在天上。你愿不愿意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在圣经学院，如同在天上；愿你的国降临在富强教会，如同在天上；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，在我的卧室，在我的厨房，在我脚掌所踏之处，如同在天上。所以当这个耶稣这么做的时候，是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，也让我们的身体成为见证上帝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这么做的时候，把人的身体很重要，不只是顾好健康的身体，也成为荣耀上帝的圣殿。第二个，当这个姐妹身体软弱的时候，她的生活也跟着软弱。她的生活为中心点，她就看她的生活，生病这件事情成为她生活的中心。顾好身躯健康最重要，身躯不健康就影响未来。身体不健康，影响她的日常生活，甚至就没有未来。你可以想见你如果生病1个月你可能就整个工作事情都乱糟糟的，更何况12年，哇，这是何等的长的一段日子，影响了他的生活，整个生活的次序都乱掉。所以他有外在的事件，就是生病影响生活，影响工作，影响他的人际关系，这种外在的冲突，这种对决，同时间也是内在，我怎么都不好。换句话讲，以犹太人的文化传统，你若无好势就是你有罪啦。你如果身体不好，就代表你有罪。上帝不喜欢你呀，上帝没有祝福你，所以这位姐妹一定会控告自己。你看我生病这么久，一定是我在哪里犯了罪。这个问号会捆绑她，这样子的挑战会在她里面。所以如果一直看自己的软弱，你无法打败自己的软弱，唯有焦点移转，事实的移转。你若继续看你的软弱，你就永远在那个陷阱里面，因为那些软弱都是受造的世界才有，在永恒的祝福里面没有。你还要再看着你的软弱吗？所以这位姐妹发现到她无法赢过
他无法赢过这个外在跟内在的问题。外在的问题是什么？经济的问题、财务的问题、身份的问题、地位的问题，这往往都是我们所面对的。内在的问题是什么？焦虑、恐惧。焦虑不会好，恐惧未来我若死掉怎么办？有生活上的压力，他生活当中的混乱，这些外在内在的软弱充满在他的生活里面。2000年前那个患血肉的姐妹，跟我们今天面对 COVID-19 已经3年了，我们也一样会有很多的软弱。所以求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圣洁的。牧师邀请说，让同工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。今天早上第一堂礼拜，我听谢牧师在邀请同工一起来加入。教会有需要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；教会有需要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荣耀见证的时候。COVID-19 我们就要打扫、消毒，甚至更重要的是摆上祝福的祷告，让软弱的弟兄姐妹跨进来，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得到刚强，在这个地方得到属天的祝福。COVID-19 等同于2000年前的血肉，会让人软弱，但是在软弱的地方才是见证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常常都会惋叹啊，我的时、我的命、我的运气都不好。我用一句台语的经典叫做时呀、命呀、运呀、回我之所能呀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的人点头有的人还没有听过。所以你们知道这是台湾的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，叫做布袋戏呀。布袋戏，布袋戏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经典人物，叫做苏养文，也叫做温州大儒甲。你看中文叫大儒侠，代表文的也很厉害，武的也很厉害，文武全才。所以这个人，你若打霹雳2个字，大概现在的的布袋戏都用霹雳这2个字在。这句话我要用台语讲啊。这个出场的时候，那个对白就会讲出这一句话。我用台语来念这段话说：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不能自通；马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往。时也、命也、运也，非我之不能也。严家失大，火不如鸟；夜光霸足，行不如蛇。时也、命也、运也，非我之所能也。你看，这是台语那种文学的美，加上史学，就是人的生命的经验，你就知道说，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所不愿意，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，而是那个时机点，那个 timing 还没有到。你看这一段句话说，人有再大的志向，没有机会也不一定能够有2-3个礼拜前我们过中秋节，从过去的历史，华人就看着月亮，月亮上面有嫦娥，嫦娥旁边有一只兔子，兔子那边抖抖抖抖抖，有没有？但是什么时候才去到月球？1969年，民国58年，人类美国的太空人去到月球，听说月球有嫦娥，他们上去看，没有嫦娥，更没有看到那只兔子。你有再大的志向，没有那个时间点，没有那个机会，做不到。你如果是千里马，千里马也需要伯乐。你若有需要，你的贵人在哪里？那个能够影响你的贵人在哪里？生病的妇人，他的贵人是在耶稣基督。你的贵人在哪里？鸡的翅膀很大，小鸟的翅膀比较小，可是鸡飞不远，小鸟可以飞很远。不在乎你的背景、你的学历，而是能够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奖项叫做斐陶斐吗？有没有？我们新竹为了新竹是为了那个市长的选举，那个有一个市长说，我有得这个奖，就很多人说那是啥？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还多啦。但是有什么要拿出来夸奖的？我的学经历有这个奖，
就很多人打一个问号，这是什么？不是在于你过去的经验，你是一只鸡，翅膀很大，但是你顶多只能够这样子而已啊。蜈蚣有很多的脚，但是它的速度比不上蛇，蛇没有脚，蛇的速度比蜈蚣快。所以不在乎你的背景如何，而是在乎上帝对你的影响。所以这句经典其实是文学的呈现，更是生命生活当中的呈现。所以不是台语的水准不好，而是看到我们要从每一个角度去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好。所以这是魂酒大儒叫苏养文。好，这个不是替他们做广告哈，中间那个叫做苏养文，旁边有一个戴着纱丽帽子的那个叫做总驾人，常进人，往往都躲在背后的那个叫做总驾人啊。我们生活当中往往有些人躲在幕后，不愿意出来的。你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手环巾，最左边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2只大龅牙？那个叫做哈贝冷气耶，它是一个谐星，他的功夫超差的，可是每次大乱斗打完仗，高手死一堆，那个人呢永远死不了啊。你就会看到说啊，有这种人很逊呢，可是竟然活得很精彩。我们常常羡慕别人，甚至嫉妒别人。羡慕跟嫉妒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次其实是只看到上帝对别人的祝福，而忘了看到自己。上帝在你的身上也有不同的祝福，可能某些部分你是像史艳文这么厉害，有些部分我们可能就像哈贝能气耶超逊的，只是逊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啊。但是何尝我们要去做比较呢？上帝的恩典其实在我们身上各自显明。所以你看苏养文就厉害，但是更厉害的是背后那个写文稿的、写剧本的才是厉害。这个写剧本的，你看他戴着墨镜，他姓黄，他们全家5代都是在做布袋戏，他们写了很多的剧本。你生命的剧本是谁在写？你生命的参与是上帝在带领，你也在参与在其中。在参与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要去移转的不是只在看到自己，而是去看到上帝在你身上要我们去移转的，就是打败过去的那些软弱。你过去的日子如何，都不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看前面。前面你要抓住的，你要拥有的是什么？是以基督为中心，是深信你所倚靠的。第一场礼拜讲到这边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一个感动，就跟大家分享诗篇118篇第8节。诗篇118篇第8节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中间那一节，圣经的第一句到最后一句，若把它中间切下去，那一句就是诗篇118篇第8节。这段经文怎么说？和合本的圣经说：投靠耶和华，强势倚赖人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倚赖人。这是圣经的最中心的一节。我要邀请大家，我今天讲的什么几个重点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背这10个字：投靠耶和华，强势倚赖人。再来一次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倚赖人。这是诗篇118篇第8节。你不用抄那些，你只要把这一段话，这个才是上帝的话最中间。如果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投靠耶和华胜过倚赖人，强势倚赖人。大意讲，挖克耶和华比挖克人较好，这才是打败我们真正的软弱。所以转向以基督为中心，要去接触基督，这是这位姐妹她所努力的。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当她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，她能够改变她的生命的眼光。即便前面还是有困难，但是恩典一定足够。所以困难一定有，恩典一定够。你的困难前面还有，过了红海不代表就一帆风顺，后面在旷野还会有旷野的困难。困难其实是在明天
哪怕今天中午就有不同的困难，下午、明天新的工作的日子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困境。但是困境一定有，但是恩典一定够，只是你眼光看哪里，看的是困难。我在圣经学院服侍，在过去很多年来，许多人跟我说：“哇，圣经学院有进步，有进步。”但是我自己知道还有很多要做的，所以每天都要把自己转紧，继续努力还不够。英文说 already but not yet，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在努力了，已经越来越不错了，但是还没有够，还阁无够，还阁继续努力。我们富强教会 already but not yet。But not yet， 就是需要你的投入，你的参与。如果牧师邀请你说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我们的清洁同工出车祸，需要有人一起来同工，你愿意吗？我们的干事因为确诊了，我们需要有同工来协助，你愿意吗？我们需要有人来参与 best， 你愿意吗？ Do your best。 困难人会有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一定够。这是信仰的追寻的过程，一次又一次堆叠上来，一次一次又经验上来，不是只是在抱怨说时不好、命不好、运不好，不是，是上帝的剧本让我们经验到红海困难、血肉困难，我的命怎么那么惨？怎么会遇到这些事？不是，而是上帝的剧本继续在带，继续让我们再往前走。所以当这个妇人身体好了、健康了，他不是说耶稣拜拜，感谢主，他就要走了。耶稣告诉他说，故事还没有结束呢。你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？没有，耶稣要他说出来，让那个 happy ending， 那个童话般的快乐的、幸福的，要说出来，才会真正有开始。在你身上医治了，是一个过程的结束，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个新的开始是这位妇人，她从对医生、对药物的信心，转移到以基督为中心。她开始不再是软弱，而是有信心。她开始福音的宣讲。我们在教会在推行幸福小组，那个 best 就是要让福音的故事透过我们来说出来，无论是福长或者是教会的整体弟兄姐妹，是带领者也是带导者，我们都打败那些外在的跟内在的软弱，而建立每一个 best 的朋友，让他们有信心的层次越来越不一样。这位姐妹她自己知道说，我得到好啊 ，I am OK，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 OK。所以他要把那个奥秘的功能在他身上的功效说出来。耶稣是救主，这个功能在我的身上有功效，我得到医治了，我得到祝福了，我在富强教会得到健康了，我要跟别人分享。当他说出来的时候，就改变了，让那个生命的奥秘从他身上说出来，改变旁边的人，让没有光圈的变成有光圈。只有耶稣跟当事人知道，但是耶稣要这个当事人说出来，他借着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打败他过去的软弱。他已经不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一样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，疫情不是影响我们，让我们受到影响而已，而是面对上帝要对我们诉说你的生命的故事，特别是在教会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为未来的发展而努力。疫情不是把我们隔离，而是让教会的家人一起互相关怀，一起带导，帮助别人不再软弱，不再血肉，在他血肉的地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使他得到刚强。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疲乏的他赐力量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上帝赐力量，让我们更刚强，让我们的疲乏软弱都在他的力量当中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像我们自己所唱的诗歌，这位姐妹她等候，她得到医治。当她注目她的眼光在耶稣基督的时候，
他的生命不一样。当他的嘴巴说出来的时候，就更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的思想是什么，就会影响你的口说，会影响你的言语。你头壳在想啥，你嘴就讲出什么话。你的思想会影响你的口，你的口会影响你的动作，你的动作会形塑你的个性，你的个性会影响你的未来。一个人如果暴跳如雷的，他的生命就在暴跳如雷当中，会让他的生命有往那个暴跳如雷的方向。你的思想怎么样，影响你的口，影响你的行动，影响你的个性，影响你的命运。所以不要讲说我的命运不好，你如果说我很软弱，我很软弱，我很软弱，你的思想就影响你，就永远软弱。你如果靠主刚强，你就看着耶稣基督，即便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也是复活的大能，也因着那钉痕的手而带来医治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祝愿我们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以诉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，以诉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故事。最后一章，内在会有软弱，外在也一样，但是如何打败内外在的这些软弱，特别是在这个艰困的时代，我们是需要以焦点、中心点在耶稣基督，然后发现耶稣对你的影响，耶稣对你生命的故事。上帝是那写剧本的，我们只是那个布袋戏当中的一个角色。上帝引导我们今天聚在互强教会一起同工，就让我们在教会的生命故事继续往前走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打败可见的软弱跟不可见的软弱，都能够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能够刚强。愿上帝祝福各位，愿上帝也保守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我要邀请我们的同工播放圣经学院的影片，我们从空拍机的角度看圣经学院，也让圣经学院的事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